兩個女人被多個男人用水槍圍攻，個女人多次擺手示意拒絕，諗住逃離，但冇人理會。除咗人，連車都唔放過，私家車車尾箱被打開，成大班人用水槍向車廂入面瘋狂掃射。另一架車亦被開門射水。雲南西雙版納潑水節係傳遞祝福嘅傳統盛事，原定喺4月15號正式開始，但近日因為遊客自發性嘅潑水活動喺網上引起爭議，批評已經屬於操作暴力，甚至係騷擾。西雙版納官方早前發布文明潑水倡議書，明確禁止使用高壓水槍等具攻擊性嘅工具，並嚴禁以潑水為名侮辱、調戲婦女、騷擾他人同埋截停行駛中嘅車。